係南瓜，我係話瓜之王，大家我係指我哋個好耐冇玩嘅圖書，唔係圖書館，南瓜入邊開局一定要南瓜 OK 嘅南瓜走嚟開局要去有好狗嘅地方。那是唔想買電位先？我可是你的追债人。就是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恐怖咁多，對唔係咁快。哇，弊啦！我看看。你说你要和我成为伙伴？弊啦，你仲多南瓜嘅我。啊，就做佢嘅特牌。